大家好，唔知新年咧當中大家有冇睇過一啲賀歲電影？有冇睇到我身後呢一出咧叫做《霍元甲》？佢嘅宣傳說話係咁講啦，呢出係號稱李連杰最重要嘅電影。唔知佢係宣傳伎倆啊，定還是名副其實啦？咁就一切都留待咧睇過嘅觀眾嘅決定啦。不過我睇完之後，發覺呢套戲的確與李連杰之前所拍嘅電影咧有所不同嘅。喺動作設計上面或者真功夫嘅演繹上面咧，呢出戲咧並冇任何驚喜帶俾觀眾嘅。不過劇情上面的確同李連杰之前所拍嘅電影咧有啲唔同。有啲訪問咧，李連杰嘅訪問入邊話李連杰點解要拍呢出戲啊？李連杰就咁答，佢話咧中國咧入邊好多青少年咧個自殺率咧日漸咁樣高企，面對好多青少年咧唔懂得愛惜同埋珍惜自己生命咧，佢希望拍一出電影能夠鼓勵到一班年青人咧要愛惜同埋珍惜自己嘅生命，就成為咗拍呢部片嘅動機啦咁樣樣。我真係睇咗套戲之後咧，發覺劇情的而且確咧係有啲勉勵啦或者鼓勵嘅作用。我哋大約可以分出戲咧上下半部咧去講一講霍元甲喺出戲入邊編劇設計嘅上半生同埋下半生係點樣咩分別。霍元甲喺當中嘅前半生入邊咧，佢有一個目標，就希望成為咗津門第一。咩叫為之津門第一咧？即係話天津入邊打遍天下無敵手。為咗實現呢個嘅夢想或者理想嘅時間咧，霍元甲自己四周圍同人哋去簽生死狀比武，用佢家傳嘅霍家拳咧，的而且確喺好多時間上面打遍天下無敵手。佢不斷咁樣揾唔同嘅高手去挑戰，不擇手段咁樣刺激對手，希望同佢哋能夠去做一場生死決鬥，為嘅就希望成為咗津門第一。其實諗真呢啲方向同埋方法咧，同我哋香港嘅生活好相似嘅。好多人為咗我哋生活中好多競爭嘅文化。特別小朋友出世嘅時間之後冇幾耐就要面對幼稚園嘅揀學校嘅文化，要同好多人爭一啲好嘅幼稚園。老師咧亦都會為咗糊口咧，要同其他老師爭剩低嘅教師嘅位置。好多學校咧為咗避免殺校咧，亦都要面對不其然嘅競爭。喺成個競爭底下面，人與人之間關係咧就變成咗競爭對手啦。你升咩嘅同事咧，可能成為咗你嘅假想敵；你個老細咧，可能成為咗你嘅客。希望你服侍得去妥妥貼貼，以致保住你自己嘅飯碗。其實競爭有一定嘅良性效果，因為我哋嘅生活透過競爭，商業社會透過競爭先可以促進到經濟，並且改善到我哋生活，成為咗我哋改善生活嘅原動力。不過，如果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如果淨係得競爭，會唔會太可惜呢？喺競爭之外，你有冇同你自己屋企人或者同你兒女有啲嘅關係嘅溝通咁樣樣呢？片中入邊嘅霍元甲為咗爭津門第一，最後尾賠上咗自己屋企人嘅生命。究竟乜嘢係你自己心入邊嘅津門第一呢？霍元甲咧離開咗自己嘅屋企天津，因為家人已經逝世咗嘅關係咧，佢走到一啲叫做少數民族嘅地方去居住，開始由一介嘅武夫咧成為咗一介嘅農夫。最深刻一幕咧，莫過於都係佢開始做農夫嘅時間，同其他人一齊學插秧。學插秧過程上面咧，佢離唔開佢之前攞津門第一嘅本性。佢希望喺當中攞到插秧嘅第一，都努力咁插秧，以為自己攞到插秧第一之後咧，佢抬頭一望，見到身邊兩個農夫並唔喺度同佢鬥緊，而係企喺度迎接緊一啲清風嘅吹送，去感受大自然嘅靚。當睇到呢啲嘅時間嚟講，入邊嘅霍元甲不知不覺有所改變。究竟當中競爭係咪我哋唯一嘅生存方式呢？同大自然同埋同其他人共存，達至三贏或者兩贏，呢啲有冇可能性當中呢？我哋生活上面有冇啲閒心去欣賞下我哋身邊嘅大自然？其實除咗做嘢之外，好多大自然、好多人與人之間相處有都好靚嘅地方。個問題上面，我哋除咗工作以外，有冇閒心去欣賞？霍元甲透過閒心得到生命嘅重整，開始咗佢人生嘅下半場。佢重返武術界，但係理想並唔係想為津門第一。佢有所改變，佢希望佢自己有一個更加大嘅理想，為咗國家同埋民族去爭翻一口氣。通常咧，以前嘅武術或者武功喺霍元甲前半生入邊，要為咗爭自己嘅個人榮譽；下半生入邊，佢善用咗武術。武呢個字好得意啊，其實係由子歌合埋一齊先係個武字，即係點解係平息干戈，達至大家可以共存同埋平衡。當一旦呢個平衡失去咗嘅時間，好似當時個環境
好多外國蝦啲中國人，個平衡失去咗嘅時間，就要運用武術，希望當中可以攞翻中國人嘅面子，或者中國人一啲嘅互相共存嘅平衡咁樣樣。咁因此霍元甲就參加咗喺故事入邊咧，參加咗一個4大高手嘅比賽啦。咁最後尾喺霍元甲中咗毒之後面咧，佢仍然有機會用佢嘅絕招咧去置一個對手於死地嘅。不過最終喺個人個輸贏上面，同埋喺敵人嘅生命上面咧，佢揀咗後者，佢揀咗生命，佢看重生命比佢嘅個人輸贏更加重要。正當佢個人亦都以為霍元甲因為咁樣嘅緣故輸咗嘅時間，但係最後尾呢個只係表面上面嘅輸贏。霍元甲輸嘅係比賽，但係贏嘅係人心。喺你嘅生活上面咧，有啲乜嘢比你自己嘅生命更加重要？有冇呢？好多人咧喺現今嘅生活當中覺得戀愛緊要過好多嘢，自己嘅工作成就更加緊要過自己生命好多嘢。其實冇乜嘢咧緊要過自己嘅生命。而最後尾霍元甲為咗嗰啲更加崇高嘅理想，擺上咗自己嘅生命。你究竟有冇呢方面嘅理想？或者當你面對有呢啲嘅理想嘅時間，你願唔願意去投資自己嘅生命落去呢？當然電影歸電影啦，大部分有關霍元甲入邊嘅生平都係編劇編出嚟嘅，但一樣係真實嘅呢。真實嘅霍元甲真係有成立到精武體育會。當時精武體育會係一間非常之特別劃時代嘅一間學校，佢並唔係武館。霍元甲摒除咗中國人嗰種各門各派嘅觀念，去廣邀天下嘅武林人士喺當中透過對話切磋，希望將武術推進一個更加高嘅境界，並且希望各人能夠透過武術強身健體。咁其實俾個啟示我哋咧，其實競爭並唔係一種唯一嘅生存方式，大家可以透過互相嘅切磋對話，將達至一個雙贏嘅狀態。咁我希望今年嘅時間咧，大家能夠真係可以除咗競爭之外，去揾到一啲大家值得投資嘅方式去生活，並且有一個休閒嘅心去懂得欣賞大自然嘅靚，並且尊重其他人嘅生命。